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中東衝突已經進入第5個星期，美國同伊朗嘅談判疑幻疑真。我哋繼續積極做唔同嘅壓力測試。今個星期聚焦喺美國嘅債息走勢。美國10年期債息近期向上，若果通脹預期繼續飆升，債息有機會再升多50至60個基點。不過市場到時嘅焦點可能就由而家關注嘅通脹同埋潛在加息，轉向擔心環球經濟長遠將會受到衝擊。特別係美國嘅就業市道已經非常脆弱，甚至乎比起2022年烏克蘭衝突之後嘅情況更加疲軟。若果就業市道急劇惡化，債息就可能會掉頭向下過百個基點，極端情況甚至超過200個基點。衡量債息潛在升幅大概50個基點，同埋過百點嘅潛在跌幅，喺風險回報嘅考量上邊，可能有分段吸納機會。至於金價早前急跌，市場上好多唔同嘅猜測，質疑係因為部分央行拋售黃金。咁黃金值唔值得我哋繼續睇好？我哋見到拋售規模唔多，亦都可能只係反映住部分國家因應油價飆升嘅短期流動性需求，出售黃金以支持翻本地貨幣。地緣政治風險維持高企嘅時候，央行同埋投資者仍然需要分散儲備，結構性需求預計持續，金價短期內有機會反彈去到4970美元。最後，政治局勢風雲變幻，但原來自衝突以嚟，亞洲市場嘅盈利預測繼續上升緊，今年達到35%。呢個數字提醒我哋分散配置環球股票嘅重要性。我哋維持睇好亞洲隨日本股票，當中中國嘅大型科技股近期嘅業績顯示佢哋大量人工智能嘅資本支出拖累短期利潤。但市場對於呢啲支出下年轉化為盈利嘅預期維持樂觀，增長前景依然穩健。最後再提醒大家，政治事件好難預測，記得要檢視組合夠唔夠分散，駕馭市場上邊各種嘅危與機。今集時間嚟到呢度，下集再見。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